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節目。睇片之前呢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，多謝晒啊！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泰國油麻地，鏡頭拉近香港島堅道一條平日寧靜嘅斜路，凌晨4點幾，路燈映照下車流稀疏，突然一架私家車左前方輕輕擦撞路邊護欄，發出低沉嘅碰撞聲，車身輕微凹陷，護欄亦見損毀。駕駛者正係人氣男團 MIRROR 成員姜濤。佢冇逃避，立即停車報警，誠實話俾到場警員，自己喺行駛中伸左手往後座取帽，一時分心，車輛便失控撞上。好彩當時天氣良好，路面乾爽，交通流量少，事件中無人受傷，只有財物損毀。姜濤拒絕錄取警戒口供，但全程配合調查，表現出負責任嘅一面。呢種看似小意外，卻喺今年4月13號東區裁判法院提堂，案情編號 ESS2026/7790。姜濤未有親自到庭，由律師代表應訊。佢承認不小心駕駛嘅傳票。主任裁判官張志偉聽取案情後，接納呢個係一時失誤，考慮到無人傷亡，只涉公物損毀，最終判罰款1000蚊。至於另外2張交通傳票，早前已透過書面處理，分別係去年12月23號凌晨喺堅尼地城城西路同西長街交界衝紅燈，以及駕駛時未有喺車尾牢固掛上 P 牌，各罰600蚊，合共罰款2200蚊。律師在求情嘅時候強調，姜濤有悔意，屬初犯，願意承擔責任並作出賠償，將以此事作為警惕，將來駕駛時更加小心。姜濤嘅故事其實反映咗好多新手駕駛者共通嘅經歷。佢去年初8喺鴨川州駕駛考試中心一剔過考獲自動波車牌，只用咗10幾分鐘便完成路試。當時興奮咁自稱 P 牌仔。考牌後不久，佢便入手一架約60萬元嘅黑色寶馬 iX 電動車，一次過付款，視為努力工作嘅獎勵。平日工作忙碌，開車多數用嚟做運動或打籃球，機會唔算多，卻喺短短幾個月內便遇上呢次小意外。事後有報道指，佢一度轉開平價日本車代步，愛車則送廠維修。心痛之餘，亦多咗幾分謹慎。喺香港，唔小心駕駛屬常見交通罪行。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38條，指駕駛時欠缺適當注意或未有合理顧及其他道路使用者，最高刑罰可罰款5000蚊及監禁6個月。但法庭多數視乎案情輕重判罰。好似姜濤呢類僅財物損毀冇傷亡嘅個案，罰款往往係1000蚊左右。裁判官亦會考慮被告是否初犯、有否悔意及是否即時認罪。回睇近年同類案件，唔少藝人或者公眾人物都曾因分心駕駛而捲入麻煩。例如有司機喺高速路上低頭睇手機，導致輕微碰撞；又或新手喺窄路轉彎時未有充分觀察後方，結果擦撞其他車輛。呢啲事件雖然大多無大礙，卻提醒大家駕駛時任何一刻分神都可能帶嚟後果。心理上，人類喺熟悉環境中容易產生過度自信，尤其好似姜濤咁天分唔錯，一剔過考牌嘅新手，內心或許覺得我已經掌握到。呢種熟練幻覺其實好常見。新手駕駛者往往喺取得車牌後頭幾個月最容易犯下小錯誤，因為大腦仲未完全適應，多任務處理嘅要留意路面，又要應付車內小動作。新手取帽呢類看似簡單嘅動作，喺車輛移動中卻會打破視線與平衡，瞬間令控制力減弱。加上凌晨時分，人體警覺性自然較低，即使路面空曠，亦容易鬆懈。姜濤事後表示會以此為鑑，正正體現咗從經驗中學習嘅成熟一面。佢冇推卸責任，反而誠實面對，願意用呢次小挫折提醒自己，呢種態度值得欣賞。再講未掛 P 牌與衝紅燈嘅2宗傳票，同樣值得深思。P 牌係暫准駕駛執照持有者嘅必備標誌，目的係提醒其他道路使用者，呢個係新手司機需要多啲空間與耐心。法例規定必須牢固展示，否則便係違規。姜濤持有有效期至2026年8月嘅暫准執照，卻喺12月嗰晚未有掛上，同時喺紅燈前未有完全停車。呢啲看似小事，累積起來卻反映出新手喺細節上仍需加強。
香港警方交通統計顯示，每年不小心駕駛案件數以千計，當中唔少涉及新手或者分心行為。假如事件升級至涉及傷亡，後果便會嚴重得多。例如曾有案例中，司機因新手調整音樂而導致追撞，結果面對更高罰款，甚至停牌風險。泰國油麻地想講，姜濤呢次經歷其實係好多香港年輕駕駛者嘅縮影。大家忙於工作或者生活，取得車牌後興奮駕車，卻容易忽略安全細則。尤其喺斜路多、車位窄嘅香港，任何一刻鬆懈都可能釀成意外。姜濤作為公眾人物，事件曝光後更成為焦點，但佢選擇低調處理，由律師代表出庭，展現專業一面。事後佢繼續如常工作，冇因此影響演出或公開活動。呢份韌性亦值得留意。相比一啲同類案件中，有人試圖否認或者推卸，呢次姜濤嘅配合與認罪，無疑為法庭節省時間，亦為自己爭取較輕判決。擴大嚟睇，香港道路安全教育一直強調專注駕駛，運輸署同警方經常推出宣傳，提醒司機避免食嘢、打電話或者做其他分散注意力嘅動作。姜濤伸手取務，正正踩中咗呢個陷阱。心理學角度，人腦在駕駛嘅時候，處理視覺、聽覺與動作容量有限，一旦額外動作介入，便容易出現注意力盲點。新手尤其如此，因為經驗不足，大腦仲未養成自動化反應。姜濤考牌嘅時候表現出色，卻喺實際路上遇錯。呢個提醒大家，考試同真實駕駛係兩回事，需要時間累積經驗同自律。當然，我哋亦都睇到正面一面。姜濤事後願意自我警惕，將來小心駕駛，呢種反思能力正係成長嘅關鍵。唔少年輕司機喺小意外後都會變得更謹慎，有人甚至主動報讀進階駕駛課程，提升技術。法庭喺判決時，亦往往考慮被告是否從中學習，若有悔意，便會酌情輕判。呢次主任裁判官張志偉接納一時失誤，正係基於冇傷亡及被告態度良好。相比之下，有啲案件中司機多次犯同類錯誤，最終累積扣分達15分，面臨停牌半年，生活大受影響。泰國油麻地認為呢宗新聞唔只係明星小插曲，更係俾所有駕駛者嘅提醒。無論你係 P 牌新手定係老手，都要時刻記住：雙手握軚，雙眼望路，前方永遠有未知。姜濤買車本係獎勵自己，卻因一頂帽子嘅小動作，付出罰款與維修代價。好彩冇人受傷，呢個已係最大慶幸。希望大家從中學到安全永遠大於方便。下次想取嘢時，先靠邊停車再做。回顧成件事，姜濤從考牌興奮到意外發生，再到法庭認罪，成個過程展現咗年輕人面對錯誤嘅態度。佢冇隱瞞，冇逃避，而係誠實承擔。呢份責任感喺娛樂圈同日常生活中都值得肯定。香港作為國際城市，道路使用率高，每位司機嘅細心都直接影響他人安全。姜濤呢次小意外，無意中成為公眾教育素材，讓更多人意識到分心駕駛嘅風險。喺類似案件中，我哋見過唔同結局，有啲司機因衝紅燈導致嚴重碰撞，面對刑事檢控。有啲新手因未掛 P 牌被加重罰則，暫准期延長6個月。姜濤幸運地避過嚴重後果，但呢個亦都提醒 P 牌持有者必須嚴格遵守限制，包括不可超速70公里以上，不可行駛快速線等。違規一次便可能延長學習期，甚至吊銷資格。心理層面，人類總有僥倖心理，覺得只係1秒鐘唔會有事，但正係呢1秒足以改變軌跡。姜濤喺凌晨取帽，或許當時只想舒服一啲，卻忽略咗車輛仍在移動嘅事實。呢種瞬間判斷失誤，常見於疲倦或輕鬆狀態下。事後反思，能夠轉化為長遠習慣，先至係最有價值嘅收穫。總結嚟講，從姜濤呢宗交通意外，我哋學習到最重要嘅一點，無論身份如何，駕駛時必須全神貫注，任何小動作都可能帶嚟意想不到嘅後果。安全第一，責任為本，先至係每位道路使用者應有嘅態度。希望大家開車時都多一份小心，少一份遺憾。
嗱，最後咧要提一提大家啦，見到片尾咧有幾格嘅畫面啦，呢啲咧都係屬於我哋其他嘅影片，有其他唔同嘅題材，咁啊大家不妨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啦，多啲選擇或者 share 俾唔同嘅朋友。多謝你哋嘅支持，係咁先，拜拜。